来看第60届金钟奖入围名单，今仔日报公布了，台语台是入围5个奖哦。另外，今年的特别贡献奖是颁予资深的演员陈淑芳，还有电影制景师叶辉良。第60届金钟奖特别贡献奖得奖的是陈淑芳女士，第2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是叶辉龙先生。 另外，公司台语台哦，今年嘅金钟奖嘛入围5个奖，包括下半场练习生是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，阿高出任务入围艺校节目主持人奖，魔术这把术哦是入围自然科学人文纪实节目主持人奖。另外，台语有影写人过性命演员杨小丽是入围迷你剧集上佳女主角，那些家己演员屈祖雅嘛入围上佳新人。 今年的金钟奖哦，会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，伫10月17、甲18两天哦来举行颁奖典礼。